给长辈的健康指南：60岁后绝对要避开的4种坚果与每天必吃的4种超级坚果。各位长辈朋友们，请注意，有4种坚果是您应该尽量避免的，而另外4种则是您每天都应该摄取的。让我们一起进入实验室，看看其中的奥秘。请试助想象，在显微镜下观察来自错误坚果的1滴油脂进入血液时的情况。短短几秒钟内，微粒开始聚集，血液变得浓稠，光滑的动脉内壁开始硬化。现在想象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位65岁长者的体内，血管本来就比较脆弱，修复速度也较慢。这看似无害的零失，其实已经为中风埋下了伏笔。然而，当研究人员将正确的坚果放在同样的显微镜下观察时，结果却截然不同。血管放松了，血液流动顺畅，脑细胞像微小的火花一样活跃起来。这个种差异如此巨大，以至于科学家现在将某些坚果称为血管药物。对于长辈来说，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再高不过了。有些坚果就像毒药一样加速衰老，而有些则像盾牌一样保护记忆力、降低血压并保持血液循环畅通。然而，大多数人却将它们混为一谈，误以为所有的坚果都是健康的。事实上，60岁以后，您的身体非常清楚其中的差别。选错坚果可能会让您失去多年的生活自理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揭开这个真相：60岁后应该避免接触的4种坚果，以及如果您想保持头脑清晰、身体强健，每天必须吃的4种坚果。在这份必吃清单中排名第2的坚果，其对大脑的功效如此强大，以至于研究人员不得不重新检视数据，以确保这不是实验误差。今天提到的所有参考文献，我们都汇列在说明栏中，您可以亲自查证，确认这不只是空谈，而是科学实证。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有个小问题想请教大家：您是从哪里收看我们的内容呢？您平常最常把哪一种坚果当作零食？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认真阅读并回复每一则留言，就像对待您的个人健康档案一样，您的声音绝不会被忽视。现在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从坏名单的第4名开始倒数。这是一种许多长辈每天都在吃，却没意识到其危害的坚果。第4名，腰果 cashew。腰果看起来很无害，它们口感滑顺，带有奶油香气，经常被宣传为加工零食的健康替代品。您会在综合坚果罐、纯素起司食谱，甚至是心脏健康饮食计划中看到它们。但这里有个丑陋的真相：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腰果可能会悄悄地破坏您的健康。尽管腰果很受欢迎，但它们的草酸 oxalates 含量很高，热量惊人，而且通常经过烘烤，隐藏了会导致动脉发炎并加重肾脏负担的油脂和盐分。让我们从数据来看，仅仅1小把腰果就含有大约您每日饱和脂肪摄取量的18%。饱和脂肪会阻塞动脉，提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 俗称坏胆固醇，并增加斑块堆积的机会。这些粘稠的斑块会使血管片窄，为中风铺路。对于动脉已随年龄硬化的长辈来说，这种脂肪并非无害，它是灾难的燃料。营养、健康与老化期刊 Journal of Nutrition Health and Aging 的一项研究发现，摄取高饱含脂肪的长辈，其罹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高出32%。这意味着，即使只是多吃几把腰果，也可能将您推向危险边缘。在一次饮食咨询中，
一位72岁的退休图书馆员承认，他每天早上都把腰果打进果昔里，以为这是纯净的蛋白质来源。几个月后，他因严重的肾脏疼痛住院，扫描显示他有肾结石，医生追溯原因，部分归咎于高草酸的摄取。当他停止每天吃腰果，并改吃低草酸坚果后，他的肾脏健康稳定了下来，血压也下降。他的故事是一个警示预言，即使标示为健康的食物，如果以错误的方式每天食用，也可能变成毒药。那么，这对长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腰果不应该成为您的日常零食，它们不是毒药，但在60岁以上的身体里，它们弊大于利。偶尔在料理中撒一点是可以的，但如果每天吃一整碗腰果，那是在招惹肾脏负担、血压飙升和动脉发炎。事实是，长辈承担不起将所有坚果一视同仁的后果，有些是大脑和心脏的良药，而其他像腰果这样的坚果，则会悄悄地侵蚀您的健康，直到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像腰果这样受欢迎的坚果都会增加风险，那么名单上的下一位可能会让您更加惊讶。它通常被行销为奢华坚果，但对长辈来说，其隐藏的危险更深。第3名，夏威夷豆 （Macadamia nuts）。夏威夷豆常被行销为奢华食品，堪称坚果界的奶油黄金。但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这种浓郁口感伴随着危险的代价。夏威夷豆是市面上脂肪含量最高的坚果之一，超过75%的热量来自脂肪。虽然其中部分是单元不饱和脂肪，但极高的热量密度和油脂含量对于新陈代谢偏慢且动脉已承受压力的长辈来说是非常冒险的。美国心脏协会期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的一篇临床评论指出，老年人摄取高脂肪、高热量密度的饮食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坏胆固醇的显著增加有关。这正是阻塞动脉病助长中风的类型。特别是夏威夷豆，热量累积得非常快，仅仅一小把就能提供近200大卡的热量。对于能量需求降低的长辈来说，这是体重增加、胰岛素阻抗和血压升高的处方签。在一次健康进修活动进行到一半时，一位69岁的退休银行经理承认，他常把夏威夷豆当零食吃，相信它们对心脏有益。几个月后，医生警告他的胆固醇飙升至危险水平。将夏威夷豆从饮食中剔除后，它的数值降了回来，这清楚显示了这种坚果对身体造成的负担。另一个隐藏的危险是，商店里贩售的大多数夏威夷豆都经过制油烘烤并加盐，这意味着更多的钠核发炎反应，这是导致长辈中风的2个最强大驱动因素。这种看似浓郁奢华的零食，实际上是一个无声的陷阱。包装精美的夏威夷豆看似无辜，但对老年人来说，它们带来的伤害多于疗愈。如果这种昂贵的坚果会损害健康，那么名单上的下一位证明了，即使是所谓的健康零食，也可能带来毁灭性的风险。第2名，花生 （peanuts）。花生可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坚果，但对长辈来说，它们也是最具欺骗性的。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个事实：花生在植物学上甚至不是真正的坚果，它们是豆科植物。这个小细节造成了巨大的差异。与树坚果不同，花生在储存过程中更容易受到黄曲毒素 aflatoxins 的污染，这是一种有毒的霉菌。发表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上的研究，将黄曲毒素与肝脏损伤、发炎和较高的癌症风险联系起来，这些问题都会给老化的身体带来更多负担。除此之外，
花生通常使用廉价的植物油烘烤，并裹上厚厚的盐巴。一份咸花生可能含有超过200毫克的钠，足以让动脉随年龄硬化的长辈血压飙升。高血压是缺血性和出血性中风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花生可能会直接加速将长辈置于危险之中的过程。一位71岁的退休计程车司机在营养门诊分享说，他几乎每天都吃花生，以为那是健康的零食。在经历了多年的高血压和突然的晕眩发作后，医生建议他戒掉花生。几个月内，他的数值稳定了下来，他才意识到这些看似无害的花生正是助长他健康问题的元凶。即使是无盐花生也有风险，它们含有高密度的 Omega-6 脂肪酸，如果摄取过量，会破坏与 Omega-3 的平衡。这种失衡会导致慢性发炎，损害血管内壁，使血栓更容易形成。便宜、容易上瘾且被行销为健康食品，花生对长辈来说绝非安全之选。如果花生都造成这么大的危险，那么您必须每天避免的头号坚果更是令人震惊。第一名，胡桃配餐。胡桃在派或综合果钳中看起来无害甚至优雅，但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胡桃悄悄地名列最糟糕的坚果之一。问题不仅在于热量，还在于这些热量的组成。胡桃是脂肪含量最高的坚果之一，仅一小把就含有近200大卡热量和20克脂肪。虽然其中一些是不饱和脂肪，但极高的密度会让老化、燃烧热量较慢的新陈代谢系统不堪重负，这会直接导致体重增加、胰岛素阻抗和血压升高，所有这些都会增加中风风险。营养学期刊 Journal of Nutrition 的研究发现，与食用较清淡坚果的长者相比，食用胡桃等高脂坚果的长者，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水平显较高。这些指标与阻塞动脉的斑块直接相关，而且因为胡桃经常被做成糖渍、奶油烘烤或烘焙成甜点，它们往往伴随着添加糖和不健康的油脂，使伤害加倍。一位74岁的退休主厨曾承认胡桃派是他的疗愈食物。多年来，他的胆固醇悄悄爬升到危险的高点，医生警告他濒临另一次心脏病发作的边缘。戒掉胡桃及其高热量甜点后，他的数值在几个月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胡桃也缺乏其他坚果的营养密度，它们提供的蛋白质和健脑化合物比核桃或杏仁果少，这意味着长辈摄取了更多的脂肪，却没有得到保护性的益处。对老化的身体来说，这看似天然的零食，实际上是一个新陈代谢陷阱。因此，虽然胡桃可能是长辈节日的喜爱之物，但它们应该被列入绝不碰触的名单。如果这种坚果如此具有误导性，好消息是，下一组坚果可以发挥完全相反的作用，修复您的动脉病，恢复大脑活力。我们已经看过了隐藏的危险。那些长辈如果想保护心脏、大脑和动脉安全，就绝对不该碰的坚果，但避开坏处只是战斗的一半。60岁后活得健康的真正关键，在于知道哪些坚果能主动保护您的身体，重建体力，并保持大脑敏锐。这些是您应该每一天都要吃的坚果。让我们反转这份清单，开始倒数对长辈最好的4种坚果，真正配得上超级食物称号的食物。第4名，开心果 Pistachios。 它们可能很小，但在保护血液循环和大脑健康方面，开心果可是巨人。富含健康的单元不饱和脂肪、纤维和强大的抗氧化剂。开心果对长辈特别重要，因为它们直接针对胆固醇和血管功能发挥作用。
美国营养学院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Nutrition》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食用开心果的成年人在短短4周内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 降低了12%，同时提高了高密度脂蛋白 HDL 好胆固醇，这是清除阻塞动脉的关键。对于长辈来说，这就是斑块堆基于血液流动顺畅之间的区别。除了心脏之外，开心果还支持血糖控制，这是预防中风的主要因素。它们的高纤维和蛋白质能减缓消化速度，防止长期损害动脉的血糖飙升。这对长辈至关重要，因为65岁以上的人中，近1/4患有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在一个社区心脏健康计划进行到一半时，一位68岁的退休护理师分享说，自从他在早晨的燕麦片中加入一把开心果后，他注意到血糖读数趋于稳定，下午的精力也更持久。他的医生证实他的胆固醇有所改善，证明这颗绿色的小坚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开心果不仅仅是零食，它们是您动脉的日常盾牌，能平衡脂肪、稳定血糖并促进血液循环。如果开心果能做到这么多，那么名单上的下一种坚果将把保护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请按赞并订阅，以支持我们分享健康资讯。您绝对不能错过下一个秘密。第3名，杏仁果 （Almonds）。杏仁果蝇得了地球上最健康坚果之一的美誉。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它们是扭转局势的关键。仅仅1小把就能提供纤维、维生素 E、镁和健康的脂肪，直接对抗中风和心脏病的主要驱动因素。事实上，美国心脏协会期刊的一项主要研究发现，每天吃杏仁果，在短短6周内就能将总胆固醇降低7%，并将低密度脂蛋白坏胆固醇降低10%。对于老化的动脉来说，这就像在灾难发生前清理管道中的淤泥。但杏仁果不只关乎胆固醇，它们富含镁，这是许多长辈缺乏的矿物质。镁水平低会导致高血压和心律不整，这是中风最常见的2个前兆。杏仁果能自然地恢复这种平衡，它们还能稳定血糖，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患有糖尿病的长辈发生中风的几率比没有糖尿病的人高出150%。一位66岁的退休教师曾承认，他在皮包里放了1小袋杏仁果，以避免伸手去拿饼钱。这样替换了3个月后，医生注意到他的血压下降了，腰围也稍微偏细了。一个小而有力的改变，大幅降低了他的中风风险。杏仁果中的维生素 E 增加了另一层保护，这种抗氧化剂能减少氧化压力 （oxidative stress） 及随着年龄增长而加速的血管生锈过程，从而保持动脉光滑和有弹性。杏仁果让血液自由流动，将氧气和营养输送到最需要的大脑。对于长辈来说，杏仁果不只是零食，它们是救命神。如果杏仁果带来这么多保护，我们下一个位置的坚果已被证明不仅能改善循环，甚至能改善大脑表现本身。第2名，榛果 （Hazelnuts）。榛果可能会让您联想到节日巧克力或魔酱，但如果单独食用，它们是长辈可以添加到日常饮食中最具保护作用的坚果之一。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维生素 E 叶酸和镁。榛果在多个层面上发挥作用，保护动脉、稳定血压，甚至使大脑功能更敏锐。欧洲临床营养学期刊 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的一项临床试验发现，在饮食中加入榛果，仅4周的成年人，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了8%，并
改善了整体血管弹性。这对于动脉容易随年龄硬化的长辈来说是一个关键因素。让榛果与众不同的是它们的叶酸含量。叶酸能降低同半胱氨酸 homocysteine， 这是一种氨基酸。当浓度升高时，会损害血管内壁，并大幅增加中风风险。由于年龄相关的缺乏，长辈通常有较高的同半胱氨酸水平，因此榛果就像一种天然的矫正措施，能控制这种危险化合物，它们保护血液循环，并保护大脑。一位70岁的退休裁缝师在饮食资讯期间分享说，他开始每天早上吃优格配榛果，几个月内他的血压读数变得更加稳定，晕眩发作的次数也减少了。他的一生证实胆固醇水平改善，证实了这些小坚果带来了巨大的益处。榛果还含有强大的抗氧化剂，可以防止氧化压力。这种无声的生锈过程会削弱动脉并加速记忆力衰退。对于担心心脏和脑部健康的长辈来说，榛果提供了双重盾牌。它们虽然小，但榛果拳拳到肉，保持动脉畅通和大脑敏锐。如果榛果能如此有效地保护您的血管，那就等着看第一名的坚果吧。研究人员称这种日常食物几乎就像是老化大脑的药物。第一名核桃 walnuts， 位居榜首的是核桃。这种坚果如此强大，科学家经常称之为大脑的食物。仔细观察它的形状，您就会明白为什么。核桃看起来就像一个微小的人脑，这也符合中以形补形的概念，其益处与外形相符。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核桃绝对是必需品。它们富含 Omega-3、脂肪酸、抗氧化剂和多酚，能直接修复血管、降低血栓、风险病、滋养脑细胞。美国心脏病学会期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追踪老年人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仅食用5份核桃，就能将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19%。这意味着仅透过在日常饮食中添加这种坚果，就能预防近1/5的中风。核桃在认知功能方面的影响也很突出。Omega-3 脂肪酸能强化脑细胞周围的膜，改善讯息传递和记忆力。营养学 Nutrients 期刊发表的证就显示，每天吃核桃的长辈在记忆力和处理速度测试中的得分显著高于没有吃的人。对于任何担心失智症或老化衰退的人来说，核桃是目前最有科学依据的食物之一。一位73岁的退休会计师曾承认他受健忘所苦，并害怕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在被鼓励将每晚的饼前零食换成一把核桃后，他在几个月内注意到注意力变得敏锐了。他的女儿甚至开玩笑说，他开始又能记住电话号码了，这是他多年来没做到的事。核桃还能平息全身的发炎反应，它们的多酚能减少氧化压力，保持动脉弹性和血液流动顺畅。这种保护心脏和大脑的双重功效，使核桃在长辈健康方面无可匹敌。如果有一种坚果是您应该每天吃的，那就是核桃。它们不仅保护生命，还帮助保留那些让生命值得活下去的珍贵记忆。总结一下，这就是长辈应该绝对避免的4种坚果：腰果、夏威夷豆、花生以及胡桃。而您必须每天吃的4种坚果是开心果、杏仁果、榛果和核桃。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这不仅是小小的改变，这是动脉阻塞与循环顺畅之间的区别，是记忆衰退与头脑清晰之间的区别，是恐惧中风与自由享受生活之间的区别。您的健康掌握在您的手中和习惯里。将错误的坚果换成正确的，您可以降低中风风险，保护心脏，甚至恢复脑力。
现在我想听听您的想法，您是从哪里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准备好在今天的饮食中加入或剔除哪种坚果？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阅读每一则评论，因为那是您健康故事的一部分。如果这篇文章让您大开眼界，请不要忘记按赞、分享给您关心的人。您的未来正在等待着，请用手中的每一把坚果来保护它。谢谢您的收看。